次我哋會嚟參觀香港歷史文化博物館，我哋會參觀嘅展廳係關於唐代以及漢代嘅展覽區。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出發啦！呢次參觀過程入邊呢，我哋有幸參觀到漢代同埋唐代嘅藝術展覽廳。咁除咗認識當代藝術嘅文化之外，我哋仲可以親身咁體會到除咗課堂外嘅中史知識。喺當中嘅參觀入邊呢，我哋就見識到唔少嘅當代嘅製品啦。當中我較為深刻嘅係來自唐代嘅彩繪翁，以及唔同來自漢代嘅動物製品，其中包括好似圖中嘅羯鹿野豬以及綠幼牛。咁呢啲咧就大嘅時候嗰啲馬，咁咧佢哋啲馬都大細規格，咁好明顯就係攞嚟戰爭嘅。OK 啊，咁咧呢啲馬咧就係攞嚟吹奏打擊同埋吹奏嗰啲樂器嘅。呢啲係唐代嘅人物，跟住呢啲分別就係女傭同埋官傭，而佢哋嘅衣着紋理可見係明顯清晰嘅，並且佢係塑造者係覺得塑造得佢哋啲係裝飾嘅，佢哋個衣係裝飾嘅，而先人整呢啲係為咗凸顯到佢哋嘅生活風情。跟住你介紹呢個神器啦，然後因為中國古代咧，佢哋就相信咧人係有來世啦，佢哋咧就會咧喺人死咗咧喺佢啲墓室嗰度咧就整呢啲咁嘅雕像啦。然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呢啲就係佢哋所相信嗰啲動物啦、神獸啦，然後佢就呢個就要來世嗰度就幫佢哋嚟耕田啊之類。然後睇到呢個牛啦，就係咧有佢嘅頸上有個束帶啦，就可以幫佢哋咧耕作啦、拉車啦，就可以見到佢嘅牛車已經一早用咗佢哋農業生產同埋交通運輸上嚟啦。好多佢哋可能就去玩啦，做一啲貿易咧都係用馬。咁樣用馬咧就會整到好逼真啦，有三種顏色啦，主要啦就咁所以叫做三彩木啦，就有啡色、金色同埋綠色啦。咁咧佢哋成日都會用呢啲咧去做一啲貿易啦、商業啦或者出行啦。咁所以咧，巨類馬咧好有研究啦，好啲細嘅豬，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長形身體，卷尾，头背一系列鬃毛，刻工简单利落。猪，古称豕，与鸡、犬、马、牛、羊合称为六畜，是古人主要食用家畜之一。出土汉鸡常有发现，有代表衣食丰足的意思。这个就是西汉釉陶。西汉后期，陶器工艺取得重要的成就，烧造出色彩翠绿和黄色的低温铅釉陶器，丰富了汉代陶器表现风格，对后来的釉陶艺術產生啟發性的影響。好，我係一多班27號王哲。喺今次去呢個文化博物館嘅旅程入面，我好深刻咁樣體驗到歷史嘅有趣，同埋而我覺得最深刻嘅就係，當我睇到唐朝同埋漢朝有一啲好精美嘅彩圖嗰陣時，我都係歎為觀止，因為我喺度思考緊，究竟以前嘅古人係點樣可以整到呢啲咁精緻嘅嘢。而且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啲彩圖其實都係五顏六色嘅，
我都一直喺度諗緊，究竟佢哋嘅顏色係點樣嚟嘅呢？今次嘅文化博物館之旅令我好深刻咁樣清楚到唐朝同埋漢朝嘅歷史。多謝大家。我係蔡成希，我去完今次嘅香港文化博物館之後，就感到獲益良多。例如，我就學習到唐代女性嘅生活啦，佢哋當時嘅地位就唔似其他中國朝代，佢哋地位比較高嘅，咁都可以享有同男性差唔多嘅地位。另外咧，我都學識咗唐代佢哋馬啦，係會攞嚟經商啊、貿易啊，或者去玩嘅。經過今次嘅博物館參觀，我對中國各個朝代嘅產品都有更加多認識。例如喺唐代出產嘅各種彩繪嘅絨啦，而我覺得佢哋特別嘅原因係因為佢哋每一個都係特別精緻嘅，同埋佢哋俾人發現之前，佢哋其實係每一個都有唔同嘅顏色。總括而言，我覺得去歷史博物館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事。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嚟嘅。同同學一齊參觀完博物館之後，我感到充實同埋滿足。呢次參觀俾我更加了解中國嘅歷史，同埋俾我感受到團隊合作嘅重要性。同同學一齊探討、溝通同埋完成任務嘅過程裏邊，我哋一齊學習同埋成長。歷史並不是靜止嘅，佢係透過文物、故事同埋文化嘅傳承，活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博物館裏邊每一件展品都好似講緊佢哋每一個嘅故事咁樣，呢啲故事連結住過去同埋現在。我不單止加深咗對歷史嘅了解，都意識到身為現代人應該都有責任去珍惜同埋傳承呢啲寶貴嘅文化遺產。我係施柏瑤，呢次嘅博物館之旅使我獲益良多。例如通過展品上面嘅介紹，使我明白咗每個手藝嘅起源地、時間同埋作用等等，使我增進咗對中史嘅知識。雖然因為時間有限，中間都出咗一啲意外，唔可以參觀完每一個展區，但係只要有時間，我一定會再去一次香港歷史文化博物館。今次中史博物館參觀 project 令我有呢次寶貴機會去認識、欣賞中國漢同埋唐朝嘅珍貴文物，令我感到獲益良多。除咗可以認識當時朝代嘅傳統習俗之外，仲可以增廣見聞，學習書本以外嘅知識，切身體會到中華文化歷史嘅博大精深。親眼見到幾千年前嘅古人做出如此精細嘅藝術品，不禁令我感嘆古人嘅技巧同埋工藝同埋智慧。次嘅參觀過程入邊呢，我哋有幸參觀到漢代同埋唐代嘅藝術展覽廳。咁除咗認識當代藝術嘅文化之外，我哋仲可以親身咁體會到除咗課堂外嘅中史知識。喺當中嘅參觀入邊呢，我哋就見識到唔少嘅當代嘅製品啦。當中我較為深刻嘅係來自唐代嘅彩繪絨，以及唔同來自漢代嘅動物製品，其中包括好似圖中嘅羯鹿野豬以及綠幼牛。喺呢次嘅參觀過程入邊呢，我能夠增加我中史課外嘅知識，亦能增加我對中史嘅興趣。